哦，要么，set。一個，仲有一個。係啦。現在工程舊世開西人車仲係我哋高級主任張曉峰先生嘅安排，師生跑出比賽嘅獎項。在工程家長後董嘅家長教師會主席周秀玲女士為我哋頒發各類會場康風險設計比賽嘅獎項。恭請元朗大會堂項目經理夏文龍先生為我哋頒獎。為我哋頒發最佳運動員獎。現在我哋恭請主禮嘉賓袁浩俊先生為我哋頒發全場總冠軍。